嗱，中美關係咧就緊張咗幾日之後啦，咁啊繼特朗普喺星期日講話一切好起嚟嘅，就話唔想傷害中國呢啲咁樣嘅緩和語調之後咧，咁啊呢一個嘅貝森特財長貝森特繼續咧都為呢一個緊張嘅貿易關係降溫嘅咁樣。咁啊美股經歷咗上個禮拜五大跌之後咧，咁啊顯著反彈，咁啊大家都預計。貝森特都講到明㗎啦，咁啊中美元首月底咧仍然都係有望舉行會面嘅，所以咧就加大咗大家嘅憧憬。雖然你話反彈咁樣，但係你上個禮拜五咁跌咧，其實都元氣錯錯嘅咁樣。我哋又睇翻我哋琴日同大家跟進嗰個圖啊，呢個就係嗰個標普500嘅日線圖嘅。咁啊上個禮拜五咁一跌咧，其實就跌穿咗咧，由4月底4月底就係佢第一次特朗普公布嗰個全球關稅嗰下跌落嚟個位拉上去嘅一個半年嘅上升軌，上個禮拜五跌穿咗之後咧，其實上日咁樣彈咧都上唔翻去嘅咁。咁啊，究竟Wyman點睇而家嘅市況咧？係咪真係能夠確認為一個大跌之後嘅回穩咧？如果你話真係要重拾個走勢，你起碼要上翻去嗰個上升軌上邊咧Wyman。其實我諗當然暫時嚟講，市場都係一定有觀望啦。因為始終雖然話即係特朗普又好啦，成個美國政府都好啦，喺個言論上邊就有啲即係叫做係轉趨溫和啦。咁但係始終我諗中美之間嘅衝突咧，都有一定嘅一啲風險仍然存在嘅。尤其是我諗即係喺個稀土上邊咧，我諗即係特朗普好緊張啦。咁所以其實中國會唔會喺稀土呢個政策上邊有翻少少嘅啲放鬆，令到特朗普嗰個即係緊張嘅情緒能夠降溫？其實我諗呢個都係即係未來1-2個星期啦。其實我諗即係成個中美之間嘅關係咧，一個即係會唔會進一步緩和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要小心咧，就係市場即係琴晚個反應就好樂觀啦，覺得特朗普個言論即係轉得比較溫和嘅時候啦，市場即刻大幅咁反彈啦。咁但係你話中美之間，我諗始終即係個衝突再起嗰個即係風險，始終一定係有啦。尤其是我諗睇到中國方面咧，始終對美國都維持一個比較強硬相對嚟講唔會太多讓步嘅一啲情況之下咧，其實個衝突會唔會再起就睇特朗普啦。因為特朗普明顯呢一刻就因為即係稀土嘅問題啦，所以都有啲即係顧忌啦。咁所以就唔係真係咁夠膽向中國開火嘅。咁但係之前都講過，當即係美國受到中國呢啲限制，覺得開始慢慢有一啲辦法，或者叫做揾到一啲其他供應嘅時候咧，特朗普隨時向中國開火呢個即係風險絕對係有咯。咁所以未必時間點發生喺今日但係你話去到年底甚至下年年初，即係中美之間再有啲即係衝突升溫咧，我只覺得呢個風險唔能夠排除咯。咁所以市場一路都覺得中美之間相安無事呢樣嘢，其實會唔會喺個即係預期上邊有個改變咧？咁我諗即係當然琴晚就見得到市場都仲係好樂觀啦。咁但係我諗始終個風險唔能夠排除咯。好，咁即係要睇實咧11月1號，即係特朗普話要打中國100%關稅之前咧，大家係咪真係能夠平息到呢一個風波啦咁當然啦，大家而家個焦點擺晒落去中美呢一個即係啲貿易消息啦。其實其他嗰啲咧，大家好似咧唔記得咗咁。咁啊要提一提大家啦，因為咧美國政府停擺咧係未解決嘅，已經13日啦，好快踏入第3個禮拜。月初彭博有個問卷調查嘅，話大部分啲投資者認為，如果呢一個政府停擺係超過1個月咧，係會令到咧股市大跌嘅風險增加嘅。如果你睇今朝咧，Wyman啲避險資產，尤其是個金啦又繼續創新高，去到4100樓上啦，銀價、銅價都係急升嘅咁。咁如果你睇住呢啲即係避險嘅資產咁蒸發咧，會唔會都預示到其實股市後市其實即係未必真係風平浪靜，可以穩步咁樣重拾翻個升勢咧？其實我諗美股方面咧，當然你話隨時出現調整，我覺得呢啲都唔出奇啦。因為始終今年尤其是我諗由4月中開始啦，其實美股累計嘅升幅都幾多下啦。講緊即係而家標普500方面咧，有13% 嘅升幅啦。納指方面有17% 嘅升幅啦。咁當然你話呢個升幅同2024或者2023年比就唔係真係咁多。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用正常嘅年份睇咧，其實講緊10幾個% 嘅升幅都唔少。咁同埋我諗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全球經濟其實都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啦。
啦，咁即係貿易戰係其中一個不明朗嘅因素啦，經濟轉弱係其中一個不明朗嘅因素啦。咁但係個市場就好明顯呢幾個月就冇乜點樣理會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市場有啲調整，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美國政府停擺咧，我始終都覺得對個市嘅影響就唔係真係咁大嘅。你見到個市其實呢兩個禮拜咧都唔係好理會啦美國政府停擺嗰個因素嘅。咁我諗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就係美國政府停擺咧，其實即係影響到聯邦政府一啲部門嘅運作啦。咁呢個對經濟或者對企業嗰個運作嚟講咧，其實就唔係話即係有啲好結構性好長遠嘅一啲影響嘅。只要政府重開翻嘅時候，其實大部分呢啲影響都好會消失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市場唔覺得呢個停擺對經濟真係有啲咩好大嘅傷害啦。咁其次就係一個歷史嘅角度睇啦。美國政府停擺都發生過好多次㗎啦。咁對上一次就係啱啱都係特朗普係美國總統啦。咁當時其實停擺嗰個日數亦都係歷史最長嘅，講緊去到35日啦。咁但係當時你見到啦，美股方面其實冇跌之餘咧，甚至係繼續有個上升嘅。咁所以見得到美國政府停擺咧，就對個市咧就唔係真係有啲好負面嘅影響存在咯。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市場都覺得唔係一件即係咩好嚴重嘅負面因素咯。咁除非好似你所講，即係停擺嘅日數去到好長，例如話去到1個月，甚至去到2個月咧，我諗市場先會有一定嘅擔憂咯。咁所以而家我諗市場都仲係覺得係一件唔係太過重要嘅事情啦。咁所以確實市場嘅焦點唔係擺喺個美國政府停擺身上。歡迎收睇股市直播室。中美貿易戰消息繼續引發美股波動，道指升422點之後一度轉跌，標指同埋納指亦都升過1%，之後都由高位回落。英偉達曾經反彈2.7%，但係倒跌收市。不過 AMD 嘅股價再升超過9%，帶領費城半導體指數亦都升到成3%。美股七雄入面，Google 母公司嘅表現最好，升咗2.2%。銀行股亦都普遍做好，大摩業績理想，股價升近5%。美銀亦都升超過4%嘅。咁我哋呢一節嘉賓有 Wyman 喺度㗎，Wyman早晨啊！早晨啊，Selina。我哋先傾下就係嗰個中美嗰方面啦，其實呢幾日都係個焦點嚟㗎啦。你見到咧最新啦，即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就話咧，其實總統特朗普咧已經準備好咧，就同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到會晤㗎啦。再加埋咧有機會咧，如果即係可能延長關稅嗰個休戰期限啦，去到換取咧中國方面啦去推遲實施新嘅稀土出口管制。你睇啦，即係而家似乎即係大家個重點或者嚟緊啦，佢哋喺 APEC 峰會上邊見面嘅話啦，個焦點係咪繼續落咗喺稀土之餘啦？有機會可能真係能夠咧，即係為中國啦帶嚟更大嘅籌碼啦，甚至乎帶嚟更大嘅好處咧。其實我諗短期咧，確實我諗喺中美之間個角力上邊咧，中國暫時嚟講咧都揾到方法咧，叫做制約住美國啦，或者制約住特朗普啦。咁頭先你講過啦，稀土我諗係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即係制約嘅工具啦。咁其次就係農產品嗰個購買上邊啦，咪即係對於特朗普嚟講都好關心個農產品嗰個出口啊，因為呢個影響到即係美國農民嘅收入啦，從而亦都影響到即係特朗普本身或者成個共和黨入邊嗰個即係選票嗰個情況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個焦點而家都係呢兩個啦，稀土同埋農產品啦。咁當然個問題就係中國肯唔肯鬆口啦，咪始終我諗對於中國嚟講個政策就唔會話特別因為特朗普而變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睇下即係點樣去同即係特朗普去即係探討即係相關嗰啲情況啦。咁我諗而家特朗普就好焦急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俾中國制約住啦，尤其是稀土方面啦，所以就唔夠膽即係向中國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施加力度咧，咪始終都擔心如果真係鬧翻咗嘅時候，中國會即係限制嗰個稀土嗰個供應會更加嚴重，甚至係會停止向美國供應稀土嘅時候咧，始終對美國嘅製造業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喺度咯。咁所以我諗而家即係基本上特朗普我相信都係揾緊下台階嘅啫。點樣可以令到之前講咗出嚟話要向中國再徵收100%嘅關稅呢樣嘢就唔存在咧？咁同埋就點樣喺中國方面咧攞到少少甜頭啦，例如話個稀土嘅供應能夠有少少保證啦，甚至最理想嘅當然就中國重新去進口翻即係美國啲農產品咯。
同埋咧，其實你見到即係雖然就之前啦，大家都好憂慮住就係中美貿易戰升溫啦。最近咧亦都見到特朗普就話啊，我哋而家咧就係喺呢個貿易戰㗎啦，並且咧已經有100%嗰個關稅，即係似乎係咪都仲係一個出口術嘅狀態多啲咧？其實我諗對特朗普嚟講咧，一定係想向中國施壓嘅咧，因為始終我諗對於特朗普嚟講，最終嘅目標咧就喺貿易上邊咧，會喺即係中國身上攞到利益啦。咁個情況就近似喺歐盟上邊或者日本上邊攞到利益啦。例如話繼續 keep 住一個關稅向其他國家徵收，其次就係其他國家要讓利，包括可能係免卻咗美國好多嘅一啲關稅啦，甚至係要即係好似歐盟或者日本咁啦，應承要喺美國度做大量嘅投資啊，或者要買大量美國一啲即係能源啊或者相關啲產品啦，咁但係去到而刻由4月份到而家咧，其實特朗普喺中國身上咧未攞到任何嘅甜頭嘅時候咧，我諗始終特朗普都係好介懷嘅，亦都即係不斷想辦法去迫使中國去即係俾出呢啲咁嘅甜頭，即係美國又好俾特朗普都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頭先所講稀土上邊嘅一啲制約基本上令到即係特朗普方面咧唔係咁容易咧可以即係隨心所欲向中國去開戰嘅。咁所以呢樣嘢我諗即係暫時嚟講，中美之間個關係，我始終覺得雖然有起伏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美國唔會即係真係向中國大量去即係挑起嗰個事端嘅。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如果美國能夠準備好啲嘅，例如話可能稀土方面揾到其他一啲供應嘅或者自身方面能夠係繼續有啲一定嘅開採嘅時候咧，我相信你話即係特朗普會向即係中國開貨，我覺得呢個絕對係會發生啦。咁只係時間性上邊，可能今年內就唔會啦。咁但係下年我始終覺得都要小心啦，因為始終對於美國嚟講，佢要即係喺中國身上攞利益，或者去打壓中國經濟發展呢個立場，基本上冇任何嘅改變㗎。同埋如果睇翻啦，見到而家中國方面咧，即係稀土嗰度啦，其實就限制嗰啲軍用嘅，咁佢就話咧民用嗰邊其實都冇問題噶嘛。你睇咧，即係假設如果真係講緊要再進一步啦，或者點解稀土咁重要咧？其中係咪就係因為住即係佢始終都係拿捏住就係講緊嗰啲晶片嘅供應鏈啦。所以如果一旦真係要反面嘅話咧，有機會都影響埋就係嗰啲嘅半導體嘅供應咧。呢個絕對係，因為始終我諗即係稀土方面咧，好老實講咧，就唔係太值錢嘅。因為你講即係例如話即係上年咧，全年咧，全球嘅貿易量咧都係講緊100零億美金嘅啫。咁所以其實就唔算話一個好值錢嘅一個即係叫資源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一個製造業方面啦，好多嘅製造業都需要稀土咧作為一個原材料嘅。咁頭先你講個半導體啦，啲軍事嘅設備啦，或者講緊嚟電動車等等啦，其實都需要用到一啲稀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完全冇嘅時候咧，我諗始終即係對美國嘅製造業嚟講咧，一定係有一個好大嘅打擊亦都令到可能好多製造業需要有一個停頓嘅一個情況。咁呢個絕對唔係特朗普或者美國政府想見到或者可以承受到嘅嘢啦。咁所以點解呢一刻俾中國制約住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最主要嘅一個即係關卡啦。咁而事實上稀土就唔係得中國獨有嘅。咁但係過去個問題就係稀土唔係太過值錢亦都你要開採提煉嘅稀土有好多污染嘅問題啦。咁所以美國又好，全球好多國家都好啦，其實都唔願意自己做嘅，咁反而就係話依賴中國啦，作為一個即係叫做係一個即係供應啦。咁所以經過咁長嘅時間都冇自己去做，冇自己提煉嘅時候咧，你變咗好多國家基本上都冇咗相關嘅技術或者冇相關嘅配套啦。咁所以你話要重新開始，我相信即係技術上邊一定係做得到嘅，但係個問題就要時間啦。咁對於美國嚟講都係一樣啦。咁所以點解最近你見到美國政府方面咧都大力扶持翻一啲本土嘅稀土公司嘅？咁但係就算你點樣去做都好，點樣去補貼都好啦，甚至你點樣去支援佢哋都好啦，你始終都需要時間先慢慢建立翻起自己一啲供應鏈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期都好似頭先所講啦，稀土都係一個即係中國可以用得到嘅一個即係工具啦，叫做有效制約住美國咯。咁啊嚟緊都要留意住就係中美嗰兩方面嘅動向啦。另外我哋都可以傾下就係美股嗰方面啦，因為咧見到即係踏入第三季嘅業績期啦，咁啊就有一堆嘅銀行股咧就率先即係打頭陣啦。你見到咧最新就係講緊摩根士丹利啦，同埋美國銀行咧出到嚟份業績咧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啦。咁啊其中摩根士丹利啦就受到嗰啲企業併購嘅回暖啦，同埋嗰個影響底下咧，你見到其實第三季個盈利咧都按年急升到接近45%。嘅，其實無論係隔晚啦，再加埋前一日嘅嗰啲嘅美國銀行嗰啲出到嚟嘅業績啦，係咪都仍然反映住就係美國經濟方面咧，其實都仲好有韌性咧？
其實我諗業績方面咧，如果你講銀行類咧，我諗就同個經濟嘅大環境咧，就未必話真係有好大嘅關係，因為始終我諗即係呢兩日公佈啲美國銀行啦業績好理想啦，大幅超過市場預期啦。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個投行嘅業務方面啦，或者係講緊股票啊、債券啊交易嘅收入上面咧有個即係好明顯嘅增長啦，甚至係超乎市場預期一個增長啦。咁但係呢個同個經濟嘅環境咧就未必有太大嘅拉楞嘅，反而比較大嘅拉楞咧就係同個股市個興旺程度有關啦。咁因為今年其實或者過去2-3年咧，其實美股都一路向上嘅，咁所以都令到個股市方面啦，或者整體嘅金融市場方面咧都係比較興旺嘅。咁例如話 IPO 亦都即係今年多咗啦，一啲收購合併嘅活動亦都多咗啦。咁呢個都帶動咗投行嘅業務嘅。咁當然呢個即係係咪反映經濟好咧？呢個未必，因為始終呢個純粹都係一個即係股市嗰個活力啊，或者嗰個活動多咗係有關嘅。咁至於你話真係同個經濟有關嘅，反而就係講緊係嗰個壞帳嗰個撥備嘅情況啦。咁睇翻啲銀行方面咧，我諗個壞帳個撥備雖然冇大幅增加都好啦，其實都有少少持續增加嘅情況嘅。咁呢個都反映咗就銀行方面咧，其實對個經濟前景咧都開始睇得比較審慎，甚至都知啦個經濟開始轉弱嘅時候咧，對嗰個壞帳方面咧，可能都會產生一啲負面嘅影響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睇個業績去判定而家美國經濟嘅狀況咧，我始終覺得就唔可以話因為銀行股業績好就代表美國經濟好樂觀啦，絕對唔係呢件事嚟嘅。咁如果你睇翻啲撥備嘅情況，反而會見到一啲隱憂啦，就係話個經濟方面咧，確實係走緊下坡。咁啊，另外都可以傾埋就係嗰個成個美股啦。其實你見到咧，嗰啲三大指數咧，其實都要個別發展啦。係咪反映住就而家你開始望到一嚟就始終業績期底下，大家都要望住份業績啦。另外就係有機會咧，就係講緊啲美股方面啦，其實都開始一整固嘅狀態咧。其實我諗美股方面咧，當然即係都升咗好多啦，因為你見到即係自從4月中開始咧，其實美股一路反彈咧，一路甚至係突破歷史高位啦。咁其實累積嘅升幅其實已經唔少㗎啦。今年嚟講年頭到而家咧，其實標普500方面咧有13% 升幅啦，納指方面有17% 嘅升幅啦。咁而事實上我諗即係科技類方面咧，都係繼續帶動住成個即係美股上升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啦。咁但係我諗即係人工智能都炒咗好2-3年啦，咁其實好多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公司又好，一啲即係科技公司都好啦，其實股價都有個好明顯水漲船高嘅情況，咁甚至市場啦都即係越嚟越多人出嚟質疑就係個估值方面開始係咪已經好貴甚至會唔會有個泡沫嘅一個情況。咁當然我諗即係喺個高位上邊有啲唞一唞氣，呢個係正常嘅。咁又再加上就上個禮拜五特朗普又拋咗一個新嘅不明朗因素，就係中美之間嘅衝突有機會會升級啦，或者有一個即係升級嘅風險存在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期個市場喺呢個位置唞一唞，我覺得正常啦。因為始終如果你講個估值，我始終覺得係有啲高嘅。咁而嗰個即係背後嗰啲即係不明朗一啲負面因素其實我始終都覺得個市場係有啲忽略嘅。咁所以好老實咁講，呢啲位置我就覺得值博率唔係太高㗎啦。咁所以你話有翻啲整固有翻啲回吐，我反而覺得係正常。除咗話傾過美股之外啦，其實你見到咧聯儲局亦都出咗嗰個褐皮書啦，其中咧即係就提到就美國經濟活動個變化唔大，咁就業平穩嘅，咁而且啦見到3個地區嗰啲嘅經濟活動咧，其實都有略有增長啦，至到溫和增長。5個地區啦就話嗰個經濟活動冇咩變化等等啦。其實面對住即係而家褐皮書啦，再加埋就其實就住美國政府停擺底下咧，你見到有啲嘅經濟數據咧，始終都冇辦法出台底下啦，會唔會話變相即係今次嘅褐皮書啦，都叫做能夠反映，即係叫做大家能夠參考到之餘啦，暫時見到即係美國經濟咧都仲未話有一個好明顯或者好大嘅變化咧。其實我諗變化不大，呢個都係即係正路嘅，因為始終我諗即係美國經濟方面咧，雖然話有走弱啦，但係就未至於去到一個好明顯走弱嘅情況。其實我諗最主要走弱，其實最近咧主要都係發生喺個就業市場或者講緊非農嘅數字上邊啦，咪見到非農嘅數字連續幾個月都唔靚仔啦，甚至中間曾經試過係有一個即係下跌嘅情況咧，職位冇增長之餘，甚至有個即係倒退啦。咁所以我諗市場最擔心嘅都係嗰個即係非農嘅數字啦。咁其他嘅數字我諗就一般般啦。
你見到無論零售銷售又好，講緊啲 PMI，無論係製造業、服務業都好啦，其實又未至於去到一個好弱嘅一個狀態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嘅經濟基本上喺美國嚟講，我覺得都算係 OK 嘅，或者相對都算係理想嘅。不過我諗始終開始有啲先兆，就見得到個經濟開始走緊下坡啦。咁而我諗即係個市場最擔心嘅就係話嗰個關稅個負面影響未完全浮現晒啦，即係好多嘅負面影響可能要喺即係未來幾個月甚至下年年初先至會浮現到出嚟。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需要小心啦，因為始終我諗即係關稅對個經濟影響一定係有嘅。咁即係呢個唔能夠忽略啦，因為始終當你個關稅出咗嚟，你個進口價格升咗，自然就可能會即係傳到去個零售價格上邊。咁當你個零售價格上咗嘅時候咧，自然個消費就會受到影響咯。咁而美國個經濟亦都好主要係受到個消費市道所帶動嘅。咁所以如果你個消費市道受到影響嘅時候咧，自然都會影響到整體經濟嗰個增長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要小心啦，唔好話即係忽略啦。因為始終雖然話美股嘅表現好好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其中一個要擔心嘅就係個經濟方面係咪真係好似股市嗰個上升咁反映得咁理想咧？始終我覺得絕對唔係咯。除咗話要睇住即係通脹啊、關稅嗰啲對經濟嘅影響之外咧，其實你見到即係美國政府停擺啦，其實已經咧去到第15日左右啦。其實你望到咧，即係你而家貝森特都話啦，就係你停擺咧會導致美國經濟咧每日損失成150億美元，再加埋咧其實參議院咧即係一直都未能夠即係達成嗰個通過共和黨嗰啲臨時撥款法案底下啦。你睇究竟係咪都會持續一段時間，以至到咧嗰個經濟損失啦，喺暫時嚟講係咪都未引起市場嘅憂慮住咧？其實我個市場就暫時對美國政府停擺咧就唔係太過憂慮，因為你見到呢2個禮拜其實美股整體嚟講都係升嘅。咁其實跌都係因為特朗普即係嘅言論令到中美之間嗰個衝突有機會加劇，令到市場有個憂慮嘅啫。咁就同美國政府停擺就冇乜任何嘅關係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再多1個禮拜，做多2個禮拜美國政府停擺咧，我相信市場咧都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始終即係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咗啦，政府停擺其實對個經濟影響就相對比較輕微嘅，咁同埋始終當佢重開翻嘅時候咧，好多嘅負面影響基本上就會慢慢會消失翻㗎啦。咁所以我諗即係暫時嚟講個市場就即係對停擺方面就唔係太過介懷嘅，除非你話真係唔止1個月嘅，可能去到2個月甚至3個月嘅，咁我諗個影響會大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市場都仍然覺得個停擺1個月之內或者唔會即係大幅超越1個月嘅，咁我諗始終暫時嚟講個市場嘅關注度都仲係比較細咯。咁我哋呢一節啦，唔該晒偉文，咁啊暫時先休息一陣。嗱，美股方面除咗受到信貸質素嘅消息影響之外咧，另一個焦點就落咗喺中美之間嘅貿易爭議啦。美國半導體公司美光最新日宣布啦，會停止向中國內地嘅數據中心供應伺服器晶片嘅。不過涉事係2間中國企業喺境外嘅數據中心業務咧，就唔會受到影響嘅。嗱，睇翻其實中國政府啦係喺2023年實施禁令，禁止咧喺關鍵基礎設施咧用美光嘅晶片嘅，被視為反制美國喺半導體業務上面打壓中國嘅措施。而過去幾年咧，睇翻美光啦，喺內地嘅營業額咧就介乎21億至到30億美金嘅，佔咗公司生意1成到1.4%嘅份額。嗱，我哋即刻請返我哋嘉賓威文同大家一齊分析下，其實講緊冇咗中國呢個市場對美光嘅影響，你評估其實真係有幾大咧？其實我諗當然一定影響啦，咁但係我諗呢個消息就未必對個股價即時有好大嘅壓力啦。咪你頭先講咗啦，其實嗰個退出嘅原因就因為2023年啦，中國政府有個禁令啦，咁所以令到美光喺中國嘅生意已經受到影響㗎啦。咁所以講緊2年嘅時間，其實一路都受住影響。咁所以喺中國方面咧，相關嗰個即係對於收入嗰個貢獻咧，其實都有明顯嘅回落嘅。去到今年呢個財年嚟講咧，其實中國相關嘅貢獻咧已經由講緊12、14% 啦，跌到落去而家講緊單位數，即係講緊7至8% 呢啲咁嘅水平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佢退唔退出，其實都係即係迫於無奈，因為即係基本上中國政府有個禁令喺度啦。咁所以即係退出只係即係美其名嘅啫。其實我諗實際影響就唔係真係咁大嘅。咁當然啦，即係冇禁令嗰啲，其實佢喺中國都繼續做緊生意嘅。不過就相對嗰個即係收入貢獻就會比較少啲咯。咁但係我諗即係最近咧，其實我諗美光又好啦，大部分一啲即係半導體都好啦，其實都睇
睇住個 AI 個投資方面係繼續火熱啦，尤其是講緊 OpenAI 一路講緊同唔同嘅公司簽訂一啲大訂單嘅時候咧，其實都令到市場覺得咧啲半導體嘅需求咧都會繼續係好高嘅增長，而嗰個增長亦都會持續一個更加長嘅時間。咁所以喺美光方面，其實你見到最近嘅股價都好強勁嘅，由講緊9月頭都係講緊82蚊美金啦，而家都去到200蚊美金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呢個消息就唔會對佢有啲好致命性嘅影響啦。即使你話有，我諗純粹喺呢啲位置叫做令到佢上升嘅動力減弱少少啦。但係我諗呢個唔係市場一個考慮最主要嘅因素咯。但我哋望住美光嘅股價啦，正如頭先 Y 文提到啦，其實今年嚟講都相當之強勢，由年初至今嚟睇升幅都成1.4倍咁多啦。由於睇個盈利嘅預期會急升，其實預測 P/E 得大約係12倍左緊嘅啫。既然頭先你提到中美之間嘅呢一啲消息啦，其實對佢嚟講實際影響又唔大。AI 方面呢個需求前景又仍然有炒作嘅空間，或者仍然樂觀之下，其實睇對美光嚟講，而家追入嘅直播空間仲有幾大咧？其實我諗兩個因素啦，第一個因素就係你睇究竟呢啲相關嘅記憶體咧，咪即係美光最主要係做記憶體嘅。咁呢啲相關嘅記憶體究竟個市場係咪真係好火熱啦？咁當然而家嘅市場個盤算就係因為成個 AI 嘅投資入邊要起好多嘅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數據中心啦。咁而呢啲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除咗需要晶片之外咧，亦都需要大量嘅記憶體嘅。咁所以變相市場就會覺得啦，記憶體市場咧就會繼呢個晶片市場之後咧，另外一個會大幅增長嘅一個市場啦。咁呢個我諗即係第一個你要考慮嘅地方，就係話究竟呢個即係記憶體嘅市場會增長幾多，維持嘅增長有幾耐究竟幾時就可能叫見頂，甚至有回落嘅情況啦。咁呢個第一個考慮嘅因素啦。咁第二個考慮因素就係個市場個競爭啦。究竟個美光喺成個記憶體嘅市場入邊係咪一個即係有一個比較優勢嘅地方，或者喺個餅做大咗之後，佢可以享受嗰個情況係咪真係好明顯咧？咁呢個都係你買唔買美光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咯。咁反而喺呢個因素上邊咧，我就覺得需要小心啦，因為即係同晶片唔同，因為晶片大部分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所以中美之間點樣衝突都好啦，其實中國政府只能夠考慮買定唔買嘅啫，你就唔能夠揀美國以外嘅公司嘅。咁但係喺記憶體方面咧就完全唔同啦，因為基本上美光就唔係全球入邊最大嘅記憶體公司嚟嘅，基本上佢只係排第3嘅啫，第一、第二大咧都係南韓嘅公司啦，一個係即係 SK 海力士啦，一個係三星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中美之間係衝突多咗，佢唔買美國嘅，可以買其他嘅國家，例如買即係三星買 SK 海力士等等。咁而喺其他嘅一啲地區亦都一樣啦。咁所以我始終覺得，如果你話真係我睇好咗記憶體呢個市場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美光方面我就未必覺得係首選啦。反而我覺得買翻 SK 海力士會比較好一啲啦，因為始終而家佢係喺呢個市場入邊嘅龍頭啦。咁相對嚟講，如果真係市場個份餅係不斷咁壯大嘅時候，正常佢應該分到可以享受到嗰個佔比亦都係會最多咯。咁所以純粹呢個角度，我諗即係就算你要買啲記憶體嘅公司都好啦，可能都未必會揀到美光。好喎，跟住又再同大家講多一間咧，都係中國有業務嘅公司嘅，講緊就係 Starbucks 星巴克啦。嗱，公司喺今年5月就啟動咗咧買中國業務嘅計劃嘅。咁Starbucks 發言人就話啦，有5位投標者已經入咗標書㗎啦。據報當中包括私募基金啦、海雷同埋博裕組成嘅財團，雙方更加開始咗有個獨家談判啦。交易估值就大約40億美元嘅。嗱，不過呢個價錢咧就未包或者唔包含呢個特許權嘅使用費嘅。新財團咧就會接管 Starbucks 中國嘅門店資產同埋營運權啦，而 Starbucks 就會保留翻長期嘅品牌授權，並且收頭先提到嘅呢個特許權使用費嘅。如果睇翻其實星巴克過去幾年咧喺中國方面嘅生意額咧，都係30億美金，幾乎係冇增長乜滯嘅。佔公司佔比嘅比例嚟講咧，收入就跌到去大約8個百分點啦。若果真係用40億美元去出售，無論講緊計品牌授權啦，即係如果唔計嚟講咧，對價嘅呢個 PSA 嘅市銷率咧，就只係得1.3倍啫。之前市場就估咧，以星巴克當前大約係3倍左右嘅 PS 度計算咧，其實中國業務咧應該可以最高賣到成100億美金嘅。但如果睇翻其實年初至今 Starbucks 自己個股價咧都跑輸大市啦，歪埋跌咗成大約7%啦，市值講緊就大約958億美金。如果今次呢個交易真係成事，應該就有呢個40億美金回籠啦。係咪即使所以公司就覺得就算賣得較平，但係對公司嚟講都已經足以叫做一個好消息咧？
其實你話係咪好消息咧？我諗個價錢方面就未必係真係好好嘅消息啦。不過我諗另外一個市場關注咧，就係每年嗰個即係使用權嗰個費用究竟係幾多啦。咁我諗呢個都會係影響到市場點樣睇呢一個 deal 嘅。因為始終我諗即係對於星巴克嚟講，每年喺中國呢個業務入邊都會繼續收到一個使用權嘅費用啦。咁所以如果呢個使用權嘅費用相對比較高嘅，咁我諗市場就會相對比較睇好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相對比較低，令到市場失望嘅，咁當然即係相對嚟講個市場嗰個觀感就會比較差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星巴克要離開中國咧，我諗呢個都係被逼嘅，因為始終喺國內方面咧，其實星巴克一路個業務都係麻麻地嘅。咁而事實上喺個競爭上邊，亦都面對好多中國內地方面嘅即係相關嘅競爭對手啦。咁所以變相喺個增長上邊咧，好明顯就即係叫做越嚟越困難，亦都見得到唔係一個好明顯嘅出路咯。咁所以佢離開，我諗呢個都係市場預期當中，亦都係即係已知嘅一個事情嚟㗎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個市場又唔會因為呢個因素而對星巴克有啲咩好大嘅一啲即係影響喺度咯。反而我諗即係而家個股價基本上都係睇翻歐美嘅市場係咪能夠有改善咧？因為始終星巴克方面咧，因為我諗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因為嗰個門店都有啲飽和啦，咁好難再好似之前咁靠開分店新嘅分店去帶動個收入盈利增長啦。咁所以而家基本上市場睇緊佢有啲咩新嘅增長點重新令到佢收入盈利方面可以再次有一個活化嘅情況咯。但我哋望住嗰海雷同博越入主咗中國嘅 Starbucks 之後咧，其實內地呢個咖啡店市場，因為有啲人就講話，其實如果 Starbucks 想進一步即係做翻好啲，嚟緊應該要再企張嘅就係減價啦。咁睇其實如果咖啡店或者茶飲店個內卷情況係咪會更加嚴重？係咪又要避一避呢個板塊咧？其實我諗你話真係再大幅咁內捲咧，我始終覺得個機會又未必話真係咁高嘅，因為始終你話新嘅收購者啦，買咗國內嘅星巴克啦，係咪即時會有一個大幅減價咧？其實我諗又未必配合星巴克嗰個情況嘅，因為始終星巴克方面咧本身都係就一個相對比較中端甚至高端嘅路線啦。咁所以如果你要靠大幅咁減價，好似而家好多即係國內嘅競爭對手講緊只係10零蚊，甚至係低過10蚊嘅價錢嘅話，咁比而家去賣緊30-40蚊，其實都有個好大嘅距離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使而家新嘅收購者啦，都未必即時會大幅打個減價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國內方面咧，茶飲嘅業務，我始終覺得個喜好程度就唔太高，因為始終好多時咧尤其是我諗即係另外一啲類別嘅茶飲啦，例如話講緊係奶茶啊、果茶啊等等啦。其實我嗰邊會反而比較擔心就係話嗰個潮流嘅問題啦，因為始終好多時興嘅都係興1-2年、2-3年之後潮流一改變嘅時候咧，生意隨時都會大幅走樣嘅。咁反而呢個我會係更加擔心嘅一個因素咯。財資大道，郭艷明、林潔瑩、何文傑。好，繼續翻嚟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呢，我哋會睇下呢美股方面今朝早收嘅表現，有3個主要指數呢就個別發展，道指係輕微下跌咗17點，納指同埋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做好嘅。咁企業亦都公布咗啲業績，我哋請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就係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早晨，梁偉文。早晨，早晨阿龜，早晨。咁先睇一睇呢美國股市今朝收呢3個主要指數呢個別發展，道指係輕微下跌咗，納指同埋標準普爾500指數呢都係上升嘅。咁而家嘅局勢方面又話有翻啲緊張啦，你自己睇個美股嘅走勢會點走呢？其實我諗個市場都係關注住個業績啦，亦都關注中美之間嗰個即係關係方面點樣變化啦。咁當然即係上個禮拜5就最驚啦，因為特朗普突然間出嚟講就佢要再新增翻中國100%嘅關稅啦。咁但係禮拜6、禮拜日方面嗰個口吻啊，個立場就有啲軟化啦。咁所以禮拜1、禮拜2翻到嚟個市場就即係相對嚟講就冇咁擔心，亦都見到美股方面有翻啲回升啦。咁但係琴晚方面呢，我諗市場又再次又受到特朗普言論所影響啦。咪始終即係佢話同中國之間個關稅戰或者個貿易戰基本上都仲係有一定嘅一啲可能性會發生，甚至市場都會擔心就係話兩國之間個緊張關係會唔會再次變得係相對比較嚴重咧？咁我諗呢個都係市場關注咯。咁但係我諗暫時嚟講，市場都仲係覺得特朗普都係威嚇嘅啫。咁基本上真係即係實質會向中國真係開徵一啲更加多嘅關稅甚至好似係4月嗰陣時候大幅增加互相嘅關稅到100%樓上令到兩國個貿易差唔多係即係完全係冰封。咁暫時嚟講個市場都覺得未係住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琴日方面叫做多咗少少擔心啦。咁但係始終科技類方面都係領跑住個股市噶啦。你見到琴日方面納指方面嗰個即係表現都係3大指數入邊係最好咯。
咁啊，但係啊，即係呢個財長啊，貝森特就不斷喺度降溫喎，幫佢老闆嚇，咁啊話到好多即係場合都提及啊，唔係一定要徵收嘅個8%嘅關稅，驚死人哋聽唔明咁樣係嘛？咁如果一旦真係即係特朗普又係嗰種特朗普式縮沙，其實講下就算嘅，咁啊市場係咪又會嘅亢奮呢嚇？其實我諗事實係嘅，我諗至少就係市場至少唔會好似出現上個禮拜五嗰啲咁恐慌嗰啲情況啦。咁所以頭先都講咗啦，今個禮拜一、禮拜二翻到嚟，其實美股方面都嗰個情緒方面都穩定咗好多啦，亦都有即係一定嘅一啲即係反彈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個市場都睇住事態發展啦。咁當然我諗即係特朗普方面就暫時我諗都未必真係想同中國開戰住嘅，因為始終即係其中我諗好嚴重嘅一樣嘢係受到中國制約，就係個稀土嘅供應上邊啦。咁所以即係對於特朗普嚟講都知道呢刻要同中國即係大幅咁樣去即係叫做係拉升個緊張嘅關係嘅時候咧，始終對美國方面個稀土嘅供應會受到影響，從而個製造業亦都會受到影響啦。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即係暫時嚟講美國受制於中國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因素咯。咁當然之後一路都強調就係話，當美國佢越嚟越準備得好，就受到中國嘅制約越嚟越少嘅時候，向中國開貨嘅機會係高嘅。咁但係至於呢刻我諗喺特朗普嗰個實際考慮上邊咧，就暫時未必咁樣做。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個市場或者特朗普自己都好啦，我諗都係等緊個下台階啦。咪始終講咗啦，咁究竟點樣可以即係叫做縮翻沙唔做咧？我諗始終佢都有啲原因嘅。咁所以我諗即係都等緊啲下台階啦。咁啊，另外咧都睇到咧，即係業績咧陸陸續續公佈啦。咁琴日亦都有摩根士丹利啊、美國銀行嘅季度業績都公佈咗出嚟啦。咁啊，點樣反映翻而家當前嘅情況咧？呢兩間公司係好過市場預期嘅，琴日股價都升咗上嚟嘅。其實我諗呢兩日方面呢，即係美國啲銀行股都公布業績啦。咁整體嚟講，6大嘅美國銀行呢，其實大部分收入盈利方面呢，都好過市場預期嘅。咁亦都即係大部分都俾到市場嘅驚喜嘅。咁而個驚喜嘅來源呢，主要都係嚟自投行方面嘅業務啦，同埋一啲股票債券一啲即係交易嘅一啲業務啦。咁都見得到喺第三季方面呢，有個好明顯嘅一個增長，甚至個增長幅度呢，亦都係即係優於嘅市場預期嘅。咁所以令到銀行股方面呢，公布完業績之後呢，大體上邊咧都有一個即係明顯上升嘅情況，咁我諗暫時嚟講，當然業績都即係只係啱啱開始啦，咁即係其他板塊基本上都要之後先至開始會公布業績啦。咁暫時銀行股就好對版嘅，咁亦都俾到市場一定一啲即係正面嘅一啲即係叫做係一啲超乎市場預期嘅一啲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成個業績期嘅話咧，我諗始終都要睇翻其他啲板塊嘅，因為始終銀行方面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受惠於投行業務啊，受惠於一啲即係交易業務一啲理想啦。咁但係呢個就相對嚟講比較飄忽啲，因為呢個同即係個股市比較興旺個 IPO 市場比較興旺咧有關係。咁但係呢個就未必係長期都會持續，亦都唔係同個經濟嗰個情況有好大嘅一個掛鈎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都會睇翻其他嗰啲板塊嚟，最主要就係科技類啦，究竟嗰個業績會係點樣咯？咁啊，另外咧睇到咧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咧發出咗減息信號啦，預計呢月底前嗰個議息咧有機會真係再減息啦。咁啊，美元同埋金嗰個走勢點走咧？今日繼續喺4200美元一盎司樓上。其實金方面就真係好誇張啦，你見得到方面個金即係差唔多每一日都係上升啦，咁而事實上每一日都繼續破緊個高位啦。咁而家係4200附近啦，其實你見到由8月尾到而家咧，其實升幅你已經即係講緊2成，甚至係講緊2成半噶啦。咁當然我覺得短期咧，其實個上升有啲誇張嘅，因為講緊唔夠2個月時間咧，講緊2成甚至2成半嘅升幅咧，其實喺過去歷史上都比較少見，尤其是講緊唔係有啲咩好重大嘅一啲即係事件發生啦。咁當然即係市場解讀為最近一啲即係避險嘅情緒有啲高漲啦，例如話美國政府停擺或者係講緊中美之間嘅衝突等等啦。咁但係事實上你睇翻股市又唔見得真係有好即係避險嘅情緒真係出現，因為見到美股方面或者全球股市方面咧，其實大體都係上升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同埋嗰個技術走勢方面咧，都有一個持續比較長時間啲超賣嘅情況啦。因為你睇翻 RSI 方面咧，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喺80樓上噶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啦。雖然話即係個市場都仲係好氣勢如虹啦，咁但係短期我始終覺得唔可以忽略咗嗰啲調整嘅風險啦。因為始終嗰個超賣嘅情況真係比較嚴重。咁超賣之餘但係繼續大家追捧啲貴金屬啊嘛嚇，金之外銀都係追住買嘅嚇，又破咗歷史紀錄嘅。我點樣睇白銀呢？
我諗銀價方面，我就更加覺得即係比金價更加係要誇張啦。咪始終嗰個上升幅度，即係最近呢2個月嘅上升幅度都講緊3成樓上噶啦。咁同埋即係都同樣地都有啲超買嘅情況啦。咪睇翻 RSI 都係80樓上啦。咁同埋我諗即係銀方面咧，我就始終覺得，如果你話真係要講係替代美元或者講緊係即係對貨幣傳統貨幣失去信心，我始終覺得通常啲資金會流向黃金多過似去白銀嘅，因為始終白銀方面咧，佢除咗一個貴金屬嘅身份之外咧，其實佢另外一個身份就係一個即係工業用嘅一個金屬啦。咁所以其實都要睇翻工業用方面嗰個需求嘅變化，因為始終喺白銀方面咧有超過一半嘅需求係嚟自工業嘅。咁但係你見得到而家全球經濟其實就唔算話十分好理想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工業用嘅需求短期之內就唔應該有啲好明顯嘅增加嘅，咁所以最近嘅上升咧都係熱錢嘅流入啦，一啲即係叫做係資金不斷咁追逐一啲貴金屬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揀嘅，我始終覺得追金就過追白銀嘅，因為雖然話即係最近白銀個升幅就比黃金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即係背後嗰個因素咧，始終即係黃金，我始終覺得就被成為一個取代美金或者一個替代美金嘅角色，應該就會比白銀重啲。咁同埋我有啲擔心就係始終全球經濟唔好嘅時候咧，工業用嗰個需求喺白銀方面咧，未必真係有個好明顯嘅增長。咁呢方面都有機會之後咧會拉翻個白銀後腿。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嗰個局勢發展對於金融市場嘅影響嚇。今日咧，我哋同阿梁偉文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晒你嘅。財資大道，郭艷明、林潔瑩、何文傑。好，繼續翻嚟呢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呢，同大家睇一睇呢美股方面嘅表現啦。請埋呢就係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勢。早晨，梁偉文。早晨 Grace， 早晨 Raymond。早晨。咁啊，大家呢而家呢對於即係月底之前呢減息嘅機會率呢高咗好多啦。咁其實你自己睇啦，即係個市係咪都已經反映咗有關嗰個預期呢？絕對係啊，不過我諗即係個預期方面繼續有個升溫啦，因為講緊即係減息方面咧，而家就唔係淨係預期會減半厘啦，去到年底之前，基本上而家嘅市場覺得可能會超過半厘啦，咁啊你睇翻利率期貨啦，其實而家已經係100%派先咗啦。10月份即係今個月咧會減息4分1厘啦，去到12月份嘅議息會議會再減息4分1厘啦，咁甚至有機會咧喺呢2次會議入邊咧有機會會多過即係4分1厘添。咁當然啦，我覺得呢個升溫其實就即係一路伴隨住噶啦，因為過去嗰1個月過去嗰2個月咧，其實個市場對減息嗰個預期咧不斷有個升溫嘅情況。不過因為始終而家美國政府係處於一個停擺啦，咁所以其實冇咩好多嘅數據就公佈嘅時候咧，其實個市場就冇話因為有啲咩數據突然間唔係好靚仔，所以令到就係話唔咗嗰個就係減息嘅預期真係即係明顯增加咯。咁同埋我諗始終咧就要留意或者小心就係個通脹方面咧，亦都因為美國政府停擺而冇最新嘅數字公佈啦。咁當然之前講咗，可能呢樣嘢對個市場嚟講就會覺得開心嘅，因為唔需要擔心突然間啲咩好驚嚇嘅通脹數據會出現啦。咁但係唔代表個通脹真係喺個經濟嘅層面冇升溫度嘅。咁所以我諗呢個都要小心啦，因為個通脹始終都有好大嘅程度或者好大嘅機會啦，因為關稅而上升嘅。咁所以係咪代表咗聯儲局真係可以即係完全安心可以繼續一路咁樣減息落去，甚至大幅咁減息咧？咁我諗呢個都要即係等美國政府真係重開翻啦，啲通脹數據真係公佈翻嘅時候咧，我諗即係到時要小心相關嘅數據嘅。咁美國啱啱宣布同中國關聯嘅公司喺美國嘅運作都要受到阻滯啦有關呢啲嘅咁嘅政治嘅介入干涉咧，會唔會對個別嘅美股都帶來影響咧？我諗暫時嚟講咧，即係由4月份開始咧，即係中美之間咧開始真係喺個即係關稅戰入邊有一定嘅升溫，甚至中間有啲反反覆覆都好啦。其實我諗要影響即係中國嘅公司咧，其實已經即係要影響嘅都影響咗噶啦。咁所以最近咧，即使你話由上個禮拜5開始，即係中美之間個關係好似又再次緊張都好啦。其實我覺得再進一步影響嗰個情況就唔係真係咁明顯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特朗普有啲新嘅一啲政策要針對中國公司嘅時候，咁當然要重新再評估翻邊啲公司受影響會唔會有個增加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諗呢幾日咧，其實我就唔覺得有啲咩中國嘅板塊突然間會受到特別多嘅影響啦。不過始終我諗即係呢個唔明朗，呢個相關嘅潛在嘅隱憂都係要即係繼續留意，因為始終中美之間嘅關係啦，之前一路都強調啦，就唔
會即係一路都咁平穩嘅。咁中間亦都會有一定嘅起伏存在啦。甚至而家比較理想啲嘅就係中國方面咧，仍然有辦法制約住美國啦。咁但係都要小心啦，時間越嚟越長嘅時候，當美國越嚟越安排得好，有更加多嘅準備嘅時候咧，呢啲咁嘅制約可能嗰個即係叫做鉗制住美國嗰個能力係會削弱嘅。咁變相即係特朗普又好，美國政府都好啦，向中國有更加多嘅一啲壓迫嘅措施咧。呢個我諗始終係最終係會發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小心咯。我想問下咧，就係而家咧，阿梁偉文啊，我想講咧就係其實大國嘅關係咧係好複雜嘅，亦都唔會講感情噶啦，純粹係講嗰個利益。咁而家咧呢個中美之間個關係其實係楞到其他嘢嘅，即係譬如印度啦咁，因為佢即係重徵呢個關稅，印度咧就好唔高興咧，就因為特朗普就 bring 佢賣油俾俄羅斯，咁佢重徵呢個中國咧又唔知成唔成啦，11月1號嘅事啦嚇，嗰100%咧就話你又唔買我啲花生我而家又唔買你嗰啲油，咁但係其實成件事好多嘢咧都圍繞喺即係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嗰場即係仗咧，一直打咗3年零8個月啦，真係3年零8個月，仲有1個禮拜啫。因為係即係24號咧，10月24號咧就係3年零8個月啦。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唔會覺得而家特朗普咧非常之落力啊？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咧，去斡旋呢一個即係普京同埋澤連斯基。其實佢好鬼憎普京嘅，咁但係都焗住話2個禮拜後喺匈牙利見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喺匈牙利見之前呢，其實今次咧就見咗澤連斯基先嘅，咁又即係話俾啲戰斧佢啊，嗰啲武器啊咁。你覺唔覺得如果阿特朗普真係將呢個喺呢個源頭度搞掂咗呢場仗咧？當然普京唔會咁容易俾佢搞掂咧，係稍為平息咧，其實其他事情會好辦呢？其實我諗可能係啦，不過我諗如果喺中國嘅立場嚟講，當然就要小心啦。咪始終我諗即係俄烏戰事方面對美國嚟講啦，叫做係影響咗佢嘅集中力啦。咁所以變相佢喺亞洲區嗰個部署方面咧，一定嘅影響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俄烏戰事真係停火嘅時候，咁當然即係美國重新喺亞洲區更加即係集中部署，咁呢個可能性係高啦。咁而嗰個集中部署當然對即係針對中國嗰個情況，亦都會可能會更加明顯啦。咁所以即係睇翻對咩國家啦，如果你話對歐洲嘅，咁當然係一定好歡迎俄烏戰事能夠有停火嘅情況啦。咁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可能就未必啦。咁所以咁，正如你所講啦，大國都有好多即係博弈嘅情況。咁尤其是我諗，即係中美之間，而家大家都知啦，美國是即係中國唯一一個主要競爭對手啦。咁所以其實限制住中國經濟發展呢個都係美國一個即係好主力嘅一個國策嚟嘅。咁所以即係佢越得閒或者相對嚟講佢越少其他事嘅困擾嘅時候，咁當然嘅集中叫做限制住中國嗰個時間啦，嗰個功夫啊就會更加多。咁呢個反而對中國嚟講就未必真係咁有利咯。咁所以我諗即係雖然話即係特朗普一路都好想同習主席去會面，亦都話即係想同中國友好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呢啲純粹都係表面上所講嘅啫。咁正如你所講，兩國之間都係講利益嘅。咁如果喺美國上邊最大嘅利益就唔想有任何國家挑戰到佢而家全球領導嘅地位啦。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即係中美之間即係持續衝突，我諗呢個就佢表現唔到噶啦。咁我諗只能夠就係話喺呢個衝突入邊點樣即係中國能夠減少一啲即係影響啊、傷害啊。咁當然對美國嚟講，即係點樣能夠限制住中國，亦都係一個即係佢哋會關心嘅一個事情。咁啊，而家咧，你睇翻呢，今朝早咧銀呢就再創呢個歷史新高啊，去到54.35美元啦。咁個金呢亦都喺4003美元一盎司樓上噶啦。其實你而家嘅局勢之下呢，銀同埋金嗰個趨勢係咪仍然都會繼續上？嗰個上望其實係咪都睇唔到呢？其實我諗上網就真係睇唔到咧，咁啊始終無論係黃金又好啦，或者其他貴金屬都好啦，其實就冇一個好合理嘅一個方式咧衡量佢個合理價值係幾多。尤其是黃金咧，咁啊始終冇太多嘅工業用途啦，佢主要都係一啲息金啊同埋投資嘅需求啦。咁所以變相佢嘅價值咧，其實難聽啲咁講咧，幾虛無縹緲嘅。咁所以當個市場真係對佢好樂觀，亦都有大量嘅熱錢流入嘅時候咧，確實你見得到即係啲個零兩
2個月咧，其實嗰個升勢咧都叫做差唔多去到一個即係入咗無人止境嘅一個地帶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屬於一個技術性嘅走勢，咁你睇翻 RSI 其實長時間係講緊70樓上，甚至而家講嘅80樓上嘅時候咧，其實都明顯有個短期超買嘅情況㗎啦。咁但係個市場就好似真係冇乜點樣理會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如果銀價咧白銀嗰方面咧，我就反而擔心啲，因為始終有個比較大嘅一個工業用途啦。當你個價錢喺短期之內講緊升咗3成甚至4成嘅時候咧，對相關嘅工業用途一定係一定嘅打擊嘅。咁同埋始終而家全球經濟都唔係太好嘅時候咧，我亦都唔覺得點解突然間白銀嗰個即係工業嘅需求會增加咗好多。咁所以短期其實嗰個白銀嘅上升都係跟住個金價啦，亦都係受到呢個投資需求嘅帶動啦。咁但係始終要小心咧，佢究竟即係嗰個投資嘅需求係咪真係可以持續去推動嗰個白銀價錢上升咧？其實我覺得就冇金價咁實在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買兩者之間揀一個嘅話咧，始終黃金可能就會靠譜一啲。因為黃金而家咧唔單止係即係一啲大型嘅投資嘅層面啊，或者中央銀行嘅層面，而家民間咧都有喺度不斷咁喺度搶啊。咁啊，呢個咧一個預期心理啦，就係話佢會升嘅，你睇升嘅，咁啲人就會走去集貨啦，或者係儲翻啲啦。咁所以咧而家係日本啊、印度啊呢啲比較中意金嘅民族咧，就真係搶金條都搶到即係冇晒貨啊！嗰啲鋪頭咧都要話要停賣啊，1個月後先啊，唔該你哋落個 booking 啊。咁我覺得呢個民間呢一股力量咧都唔可以睇少啊。雖然金本身咧即係喺工業上係唔擒銀，但係如果噓聲大家咧買咧，多數都係買金噶嘛，好少買銀噶嘛。即係如果係即係貨投資用途啊，一般散戶。係啊，絕對贊同啊！所以頭先講咗啦，其實我諗即係近排嘅經濟都係投資嗰個即係需求帶動啦。咁而事實上正如你所講啦，當個價錢上升嘅時候，就會吸引咗更加多嘅投資者，因為預期會上升啦，而即係走入去個金市或者個白銀市場度去買呢啲黃金或者白銀啦。咁所以其實都加速咗嗰個即係熱錢嘅流入嘅。咁但係即係一路咁追上去，一路咁樣升嘅時候，始終都有一個即係叫限制啦，或者叫做一個即係頂啦。咁甚至當冇新資金再進入嘅時候，咁自然佢就有機會出現轉角市啦。咁所以頭先都一路都強調啦，就係嗰個短期個超買嘅情況係嚴重嘅。咁所以其實繼續有資金追捧，繼續搶，咁但係咪代表個基本面或者背後嗰個嗰個因素真係持續可以推動佢上升咧？咁呢個我諗短期就要需要小心。最根本就係即係貨幣嗰個泡沫化嘅一個幾十年嘅趨勢啊嘛。尼克遜開始就將美元同黃金脫鈎係嘛，從此咧美金咧就自己即係定冇鬧啦，差唔多係任去印到而家就債台高築啦。咁所以金同銀呢嗰個貨幣功能再次被世人所顯現呢，確實係一個好根本嘅改變嚟嘅。咁所以升勢今次似乎又唔係純粹話好似80年代亨特兄弟咁樣炒白銀咁樣嗰種投機嘅炒作，而係真係有一個即係對於貴金屬嗰個作為貨幣交易功能嘅一種即係稀奇啦，又或者避險避咗純粹用美元嘅一啲做法，呢個演變出嚟咧可能係一個重要嘅一步喎，係嘛？呢個我絕對贊同啊，因為你話取代美元又好啦，取代傳統嘅貨幣都好啦，其實我諗都係推動金價上升嘅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即係我諗即係去美元化又好，或者你話去一啲傳統貨幣嗰個即係叫做分散嗰個情況啦。其實我諗多正如你所講啦，都係擔心就係全球政府嘅債務越嚟越多啦，甚至基本上佢哋未必會還得起啦。咁所以都唔相信一啲傳統嘅貨幣啦，變相將啲資產啦拍去一啲即係貴金屬啦。咁當然有啲人講過，如果我哋全球嘅財富只要可能有0.1% 或者0.5% 係轉移到去黃金，其實嗰個金價仲有好多好多嘅升幅嘅存在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大趨勢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喺個零兩個月之內突然間有個咁強勁嘅金價上升咧？因為最近都升咗講2成，甚至係超過2成半㗎啦。咁但係頭先講即係唔信任傳統嘅貨幣，唔信任政府嘅債務其實呢個就唔係呢1-2個月先發生，基本上都發生咗即係
1年甚至講緊好幾年嘅時間㗎啦。咁所以即係都要小心，就係金價點解突然間呢段時間爆升咧咁樣，同埋呢個爆升嘅幅度要有幾多先足夠反映呢個即係市場對傳統貨幣對政府嘅債務嗰個即係唔信任嘅情況咯。咁另外咧，琴日咧都有呢兩間地區銀行咧披露商業貸款嗰個風險啦，令到投資者都憂慮啲銀行方面嗰個信貸壓力啦。你睇銀行股方面嗰個走勢點走咧？琴日確實受到影響㗎，你見到標普500方面咧，銀行類嗰個分類指數咧跌咗去3%嘅，咁呢個當然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就係擔心啲銀行方面咧嗰個貸款嘅質素可能開始有啲惡化啦。咁尤其是咧，即係講緊即係之前大蒙出嚟講啦，呢個曱甴論就話即係有佢哋摩通入邊亦都有相關呢啲貸款咧需要作出一啲比較明顯嘅撥備啦。咁同埋佢都即係提醒啦，基本上呢啲撥備咧唔係單一嘅事件嚟嘅，可能即係喺佢哋嗰個貸款book 入邊咧，可能都仍然仲有其他一啲即係壞帳嗰啲潛在嘅風險嘅。咁所以呢個都即係引起咗市場一啲憂慮啦。究竟美國方面或者全球方面啦，喺個貸款上邊嗰個即係質素係咪有個即係明顯即係惡化嘅一個情況？尤其是可能講緊一啲即係非金融嘅一啲私人貸款啦，咪始終可能有啲即係投資機構都向銀行借錢嘅。咁但係佢哋作出一啲即係令其他投資嘅時候，可能因為遇到市場唔理想又好，或者其他因素都好啦，有虧損嘅情況，令到變成呢啲貸款最終都會變成壞帳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市場確實琴日係有一定嘅憂慮嘅。咁當然我覺得整體嘅貸款質素暫時嚟講都仲係 OK 嘅。咁但係始終你話美國經濟慢慢轉差嘅時候咧，一啲貸款嘅質素確實有啲變壞嘅情況嘅，例如話美國信用卡嘅貸款啦，美國嘅汽車貸款咧，其實嗰個即係欠還款嗰個情況都有少少轉差嘅跡象嘅。咁當然我覺得呢個就唔會即時令到銀行股爆煲嘅。咁但係呢個情況係需要即係其實喺投資銀行類入邊嘅時候咧，需要有一個即係考慮或者持續係需要有一個觀察嘅一個情況。咁而家市場預期咧年底之前呢，可能咧減息唔止即係減息嘅幅度咧唔止係半厘啦。咁其實你睇翻美國經濟狀況係點呢？特別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咧都估計咧聯邦政府停擺咧將會造成每日損失有成150億美金咁多，仲警告咧就停擺要導致咧裁員可能超過成1萬人咁多，對嗰個經濟方面嘅影響反映咗未呢？其實我諗暫時個市場就唔係太過理會美國政府停擺，因為講緊2個禮拜嘅時間咧，其實美國股市方面咧，其實冇跌之餘咧，甚至繼續係上升嘅。咁當然我諗即係財長方面個警告，其實我諗即係當然要顧慮啦。咁但係你話市場係咪真係好擔心停擺對個經濟有好大嘅傷害咧？我諗睇翻過去歷史又好，或者睇翻而家個市場嘅反應都好啦。其實就唔係太過擔心嘅。咁當然啦，呢個都要視乎緊呢個停擺嘅時間有幾長啦。咁當然我諗而家市場覺得就係1個月之內，其實就未必真係會好擔心嘅。超過1個月，可能個憂慮嘅程度會增加少少啦。咁甚至你話要去到2個月，我諗個市場先至會係比較明顯會有啲驚嘅一啲情況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呢個即係停擺對嗰個股市嘅影響就都仲係比較輕微嘅。市場都仲係比較關注住嚟話而家業績嘅公佈啦，或者中美之間嘅關係啦，多於美國政府停擺咁。咁另外我係想問下日本啊。日本而家咧就將嗰個新首相嘅產生咧就即係好似好多波折啦，不停喺度每日講數又講數啦，同呢個協調同嗰個協調，咁啊同啲細黨咧就盡量咧係組成呢個執政聯盟。如果唔係咧，呢個高市早苗咧能唔能夠登上呢個首相之位咧都噏下。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即係阿貝森特咧就去見咗日本嗰個財相啦，即係植田和男啦，亦都係關心呢個 yen 即係個匯率個穩定性。咁如果嗱呢個即係可能21號就揭盅㗎啦，呢個10月21號就知道呢個高市早苗咧有冇得玩。咁但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產生嘅一個首相咧，其實你覺得對未來呢個日本嘅金融市場，尤其是即係匯市啊、股市啊，會有咩影響？個 yen 咧係低位咧升翻一啲㗎，150.13對1美元啊。其實我諗個市場一開始嘅反應就係當然覺得高市即係能夠當選自民黨嘅主席嘅時候，甚至好大機會成為新嘅日本首相啦。市場就覺得佢嘅政策就相對比較寬鬆嘅，覺得會大推呢個即係寬鬆嘅財政同埋貨幣政策啦。咁但係而家基本上見得到能唔能夠當選成為日本首相都有個問題嘅時候，咁當然個市場呢個樂觀嘅預期有少少即係褪翻出嚟嘅。咁同埋我諗就算佢真係最終能夠成為日本嘅首相都好啦，其實市場都會覺得因為自民黨喺兩會都攞唔到過半數嘅一個議席嘅，咁所以佢要推行一啲寬鬆嘅即係財政政策咧，其實相對就會比較困難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市場就開始開天緊呢樣嘢啦，即係將之前落
樂觀嘅情緒有少少即係叫做退卻咗啦。咁所以嚟日圓方面咧，之前就因為覺得寬鬆嘅政策會令到日本円貶值嘅，咁而家就開始個貶值嘅幅度就減少咗啦。咁唯一就係日股方面都繼續係好即係振奮嘅，見到繼續都 keep 住一個高位喺48,000附近徘徊啦。咁但係我始終有少少擔心嘅，當如果日圓係反彈嘅時候咧，其實日股受壓個機會係有啊。咁所以日股方面，我反而覺得呢個位置需要小心少少。好啊，咁今朝早咧同阿梁偉民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晒你分析嘅。